迎大家收睇4月2號嘅大新銀行金融市場發訊，我係大新銀行高級市場策略師莫愛欣。伊朗戰爭持續推高油價，主要央行對通脹前景更趨謹慎。其中歐洲央行喺3月嘅議息會議大幅上調通脹預測。央行行長拉加德話，央行有準備應對正在展開嘅重大衝擊。有個別歐洲央行官員更加表示，4月加息係選項之一，或者有助支持歐元表現。歐元對美元中短線阻力位係今個月高位大約1.18。如果美匯持續走強，就有機會回落至舊年6月低位1.134。若果能源價格持續高企，導致未來歐元區經濟明顯惡化，可能增加歐洲央行利率決策嘅難度。回顧主要貨幣3月表現普遍受壓。美國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戰事，避險情緒升溫，拖累風險貨幣澳元及紐元跌幅較大。人民幣跌幅相對輕微，跑贏主要貨幣。